有一个骑奥多麦的民众经过新北市中和的新生街，去弄到2个查某囡仔，3个人拢跋跋倒，赶紧送上病院，加在拢无性命的危险。警方查到各地才发现，讲这个骑奥多麦的人无驾照，伊伫路口嘛无停让过路人，已经依法罚。另外，这个囡仔这部分是因为囡仔大人拢无咧顾，互囡仔撞过车路，安尼即嘛监护人嘛会犯法。几个过路人真凶讲要过车路，后一秒奥多麦直接弄到行伫后壁的2个查某囡仔，3个人是朝朝拢跋倒。这个事故发生伫新北市中和，迄当阵一个阿嬷带2个查某孙做伙行路要去食饭，却去无照骑奥多麦的人弄到。施南无照驾驶及行经路口未停让行人部分，依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第21条及第44条告发。令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，则依同条例第78条告发。加在3个人送病院拢是轻伤无大碍，不过双方拢去互警方裁罚。奥多麦起诉是无停让过路人，也若过路人是违规过车路，有甲开红单，也若这个事故的责任也会厘清。同款无停让过路人的嘛发生伫桃园，根据民众传的影片，一只白色的轿车20经过中立中原大学新东北路。伫有火条线的路口，逆向加速超车，哪像无让要过车路的民众。车辆未礼让行人及跨越双黄线及逆向超车等违规行为，警方已联系车主到案说明，将因违规事实逐一自单举发。这个穿制服的过路人是中原大学的警卫，警方讲无让过路人先过，上重会当罚6000块；逆向超车上重会当罚1800块。不过交通部才甲今年9月份交通安全月主题定做是人本交通停让文化，说是一再发生无停让过路人的事件，效果引起大家质疑。专家讲，文化绝对毋是讲一改就会完全改变，建议号志会当小可做改善，缩短过路人通行的秒数，嘛符合车辆转弯通行的需求。行人的绿灯跟车行的绿灯啊，有时候几乎是一样的长。这样的话，就让车子啊在右转或者是左转的时候，转弯的时候完全没有风险的一个时间带。学者表示，台湾的交通因为对过路人是真无重视，即嘛改变过来爱停让过路人，行路的人甲赛车、骑车的人互相还阁伫个效应当中，高考取缔效果有限。建议交通部定出明确的指标，而且定期检验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